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刑事局积极扫污，最近是甲火力集中伫桃园，都是因为进前伫桃园光头白日有角头伫大街路顶方开枪弹死，枪手的身份拢也未掌握，所以刑事局就甲目标放伫桃园，结果发现桃园的四大帮派竟然是联手咧变出头，竟然是联手跨国来运毒。 这嫌犯真干巧，为德国来定做着这个真空的白铁的保温罐，都甲毒品放伫内底，想讲即安尼哦，稳当当，绝对袂互发现。但是因为每一届咧买卖毒品的时阵，拢是使迄种一台都要500万的高性能的轿车，伤过唱手咯，互破骹手，拢总去互藏起来咯。 好，有些警力压制在地，就是运毒集团的成员。车库内底有真济航空包裹，拢是用来暗藏毒品包裹的货物。偏偏嫌犯有通报的机会，刑事局兵分道路，同步掠人。运毒集团呢，用2台车轮流出门，淹过500万的车上夜梦。我们同时呢，也扣押了2部这个贩毒集团他们在运毒用的2部高性能的轿车 A3以及 A8。 警方紧张发现讲，第一年敢若单纯收贿，交由小南门帮运送毒品需要确认安全，换人较济，都由黑鹰甲四海干部负责换地点，甲分装毒品。一个继续追查无的主嫌，就是德林帮的姓长，桃园四大乌帮联手运毒涉4案的2点，都是拍算互警方掠无人。运毒集团分工真有，讲起来真干贵。 它就号称是真公平哦，让你海关不敢轻易的去拆，怕会检索里面的价值啊，其实里面装的都是毒品哦。警方表示讲，这是国内头一摆发现用进口的树脂名义做伪装，为德国寄航空包裹到台湾。虽然嫌犯以警的这个买卖地点，拢伫较跨路尾顶的停车场，也是相对较稳密的洗车场内底，淹过意外后，警方发现斩断乌帮的金流，继续要扩大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